来，请问你叫啥物名？苏春英，好，来，啊，你这腹肚内面有画啥？画白灵丝，啊画两只，一只是餐底，啊一只是要飞向天顶，天空啦。嘿，要起标要飞出去，这两只你感觉倒一只较歹画？较歹画哦，较歹画会用讲一只要飞，因为确实咱喊你看白灵丝吼，要飞迄个动作啦，拢凭咱想象的啦，吼。因为伊大概要我近都拢飞伊啊，拢无法度近仔看。对，你若是我伊会惊啦，嘿。上欢喜的，上满意的，就是要起飞迄个石啦，吼，迄石头天开，真正那像有会震动的迄个感觉。这个敢若徛咧无叮当，这个做有叮当，有做有变化的啦。嘿。好，安尼我来看第二张。请问你第二张画啥物？第二张我来。哦好，啊无你好换一张。来，请问你第二张画啥？画放风吹。哦，嘿，啊，其实啦，咧放风吹吼，我家本身毋捌有迄个经验啦，拢凭想象的啦。啊，我即摆来甲伊讲，下面一片迄种的真青翠的草埕吼，嘿，有风吹安尼放吼，哦，一定感觉安尼真迄个心情会真好，真开阔安尼。所以你人才画较细啦，啊，互这草埕画足大安尼。嘿。所以这腹肚，互你的心情就是感觉讲足开阔的吗？感觉讲嘿，迄个感觉吼，安真好，那像讲安尼心旷神怡了，对，安尼感觉讲。充分的融入在这个情境中，我看你这腹肚敢若有风咧吹的感觉。嘿。好，安尼若这腹肚互一个名，你会互啥物名？或者向往自由。安尼就会当啊，多谢你的分享。